老大，这是要毒发了。凤芝，别说了。我说的是事实，为什么不能让他们知道？如果再搞不到解药，你连命都没了。凤芝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把话说清楚。不许说。欧阳是天下第一神医，没什么都是他解不了的。凤芝，继续说。公主现在的身体很弱，需要好好休息才是。娘子，你先好好休息。我和欧阳一定会找到解救你的方法。我要一字不差的知道所有讯息。所有太后的暗卫都是武功高强、出入自如的高手，所以为了控制他们，太后使用了一种特殊的毒药，名叫葬花百叶散。葬花百叶散，我还真听说过。这种毒药并非一招致命，这药效会随着毒性的时间变得越来越强，每100日就要服下解药，而这解药中又夹杂着毒药，这100日的药效也会重新计算的。也就是说，中一次毒，便是中毒一生。距离上次老大服药已经93日了。欧阳，相爷无需多言，我这就回医馆研制解药。我的目标是能够制造出斩草除根的终极解药。不过这种解药一般都有副作用，不知道相爷你介不介意啊？什么副作用？重则卧床不起，四肢不健；轻则记忆受损。也就是说，他有可能会忘记你是谁。欧阳大夫，你真能制成为老大解毒的解药吗？我的医术你还不放心啊？我不是不放心你，老大10岁便中此毒，到现在有10年之久了。他毒中的如此之深，每100日还要加重一次。我是真的为老大担心嘛。凤芝妹妹，这世上只要有毒药，就定会有解药；只要有解药，我欧阳就定能制造出来。所以你安心照顾我便是了。娘子，这是体内藏匿的巫血，看来用功有效果。我们继续。你看看你，嘴唇都发白了，不要再为我好力了。无法。这样，你
你我今晚都先歇一歇，明日再学也不迟啊。娘子，我不累，没解药，我不放心。我们继续。你不累，我也累了呀。况且相公，我已经很多天都没有好好进食了，我饿了。好，那你先休息一下，我现在就让下人去备菜。娘子，这是补气补血的黄芪当归汤，快尝尝。再来一口。欧阳大夫，先别忙了，吃点东西吧。哦，好。如果老大真的吃了解药，他真的会卧床不起、四肢不见吗？不会的。不会。那你为什么那么说呀？我之所以那么告诉相爷，是为了让清正更能被他接受。你想呀，我要上来就说公主吃完解药后定会失忆，那他肯定接受不了啊。可在这卧床不起、四肢不见的对比之下，这失忆不就显得没那么严重了吗？欧阳大夫，没想到你是这么滑头的人。这怎么能叫滑头呢？这叫智慧。可是失忆也很可怕呀，如果不记得过往，那不就跟白活了似的。况且，我可不想忘记我喜欢的人。这对我来说，根本就不算什么大事儿。只要我喜欢的人健健康康的便足够了。更何况，我喜欢的人，他脑子也不太好使。就算他忘了我也会让他再喜欢上我的。啊，欧阳大夫，你已经有喜欢的人了。哎，这脑子果然不太好使啊。你先回去吧，今日也劳了一天了。无妨，我想一直陪着你。你先回去吧，我保证，如果有什么事情发生，一定第一时间通知你。你要是一直守在这儿，我反而不安心了。那好。
不过这种解药一般都有副作用，不知道相爷你介不介意啊？什么副作用？重则卧床不起，四肢不健；轻则记忆受损。也就是说，他有可能会忘记你是谁。可我不想忘记你。你松手！娘子，你这是为何？我不想拖累你，我也不想忘记。你松手！你松手啊！只要你活着，便不是拖累。你若忘记陈某，陈某就再帮你想起。你怎能一死了之，不顾陈某？天华，你的手。在欧阳研制出解药之前，你先好好休息吧。只要你活着，就算忘记陈某又如何？欧阳大夫，欧阳大夫，欧阳大夫！别敲了，别敲了！欧阳大夫今日不看诊了。哎，欧阳大夫，欧阳大夫，欧阳大夫人呢？我就要找欧阳大夫给我看，5年了。我所有大大小小的病都是找的欧阳大夫，其他大夫瞧不上。欧阳大夫，我是行千里啊！你这人怎么不听劝呀？欧阳大夫没时间给你看病。我跟你说不清，欧阳大夫，我是行千里啊！我别叫了，别叫了，行千里是吧？啊，这是欧阳大夫特意留下的医嘱，所有的常客都记录在这儿。行千里啊，30有2啊！你这肾……哎，我说你们这儿怎么什么都记呢？你这不行啊你！跟上次一样，管用。加量。啊，对，谢谢大夫啊，真是太感谢了。哦，这别给别人看啊，别说啊，谢谢啊，谢谢啊。凤珍妹妹，我制成了，真的？真的，我解药制成了。欧阳大夫，你太厉害了！欧阳大夫，你真的太
上下。哦。我们现在应该告诉相爷才对。啊，对对对，我现在就把解药带去相府。我去叫马车。老大，相爷，老大，相爷，相爷，老大。药治好了。啊！这喂不进去怎么办呀？我来吧。欧阳，他何时会醒来？可能1个时辰，也可能12个时辰，我也不太确定。不确定。不过公主的脉象已然平稳，已有恢复的迹象。相爷，既然公主已经吃了解药，醒来是早晚的事儿。哎，相爷呀，你还是休息片刻吧，要不然我怕又多一个病号。他还未醒来，我要在这里守着。相爷，你要不先去梳洗一下，一会儿等老大醒了，看你这样该心疼了。不了。报！凤家上上下下已经搜遍了，确定没有活口。回去禀报右相，任务已经完成。是。娘子，慢点儿。娘子，你终于醒了。是谁？果然失忆了。哦，不过醒了就好，要不然相爷可要拿我击刀了。相爷。我是你的夫君，当朝的右相。右相。老大，公主，这是干什么？你怎么了？老大，公主10年前，当朝右相灭我凤家满门，我要杀了你！相爷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老大说的是真的吗10年前，我还未行冠礼，当时的右相是我的父亲。乱套了，乱套！这究竟怎么回事嘛？
你的意思是，这一切都是设好的局？没错，我父亲10年前突然接到指令前往洛阳，当时洛水正涨，坏天金桥以舟济渡，日有覆逆者，父亲便留在当地2年有余。你父亲为人正直，断然不会做出灭人满门的事情。可在这天子的脚下，居然有人敢假借右相的名义灭了凤家这一大家子的人，这谁有这么大的胆量呢？父亲当时记录得很清楚，下令让他前往洛阳的人，正是太后。老大，你醒啦？凤芝，老大，你还记得我？凤芝，我们这是在哪儿啊？现在是什么任务啊？我的脸怎么变不回来了？老大，你因为之前伤势未愈，所以功力失效了，而且你现在还记忆受损。你快跟我说说，你还记得什么？我最后的记忆就是完成暗卫房的训练，我练成了千面玲珑功，然后你我第一次执行任务。但任务的内容是什么，我不记得了。老大，你这记忆丢的也太多了吧？我失忆了，但是我进暗卫房之前的记忆，我倒是记起来一些。凤芝，我的行囊呢？啊，凤芝，你还记得这个吗？哦，当然记得，这是老大刚进暗卫坊的时候带在身边的令牌，只是一直不知从何来的。我现在全都想起来了。当年就是当朝右相灭我凤家满门，这个仇我一定要报。可是什么？可是你现在是当朝右相的妻子。